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一回上新的调查指出，讲工课乡的就业歧视，部分查甫年纪的歧视上严重，其他包括五官、身高、佮有体重的外表歧视，佮有阶级歧视，拢排伫前3名。再来看联合报。 天气风险公司发布2024年台湾死难的年报，去年死难计共有11516万件哦，创6冬来的新高。那以各县市来看，南投发生37万9000件的上济，嘉义市哦发生上接，会当讲是逐天哦拢会弹雷公。再来看中国时报，美国总统川普伫册内表示讲，8月组织民国的国防支出上少咯。佮讲哦，若因无要付出，美国就无要提供防卫。川普嘛质疑讲，若美国发生代志，8月国家无一定会斗3天。川普佮指出讲，美日安保条约无互惠，是美国单方面来保护日本，冇可能哦会佮用这个理由逼日本爱增加防卫的经费。 咱来看美国未来国防处长柯博吉呼吁台湾着爱甲军事的费用增加到 GDP 的10%。也毋过日本有媒体嘛指出讲，台湾哦可能会佮互强逼讲爱佮买愈侪美国的武器。咱国的国防部长顾立雄是强调讲，目前咱的国防预算是照总统的指示，以 GDP 的3%来做目标。 去到无啥物人知的屏东三军联训基地，国军最近咧做成型拖式2比飞弹的测试射击，虽然无法度看到，但会当感受到震撼。 目前台湾开台票118亿外，甲美国采购1700粒拖式2比新型反装甲飞弹系统。不过最近美国准国防处长柯博吉发为台湾国防预算的经费应该到 GDP 的10%，因为日经亚洲讲，咱国应该防备咧提悬对美方的军购，内部贸易失衡，不是因为战略需求。台美在进行这些相关的这些。 所需要筹购的武器方面，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说美方是故意要塞一些我们跟防卫作战时期不需要的武器。国防部长顾立雄强调讲，台美双方拢有共同利益，都是用实力来协助战争的发生。国防部上新公布，侦找到5架次中国军机、6架次的中国军舰，尤其有11粒遮尔济的空飞机轨啊。或者苏浩宏分析，无排除中国利用当天的风向鸟带做认知战。中国外长王毅猜测对连带2,500号国旗和台湾主权 的问题回应，咱的外长林佳龙嘛随反击。台湾地区在联合国的唯一称谓就是中国台湾省。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它只处理了中国代表权，没有去提到台湾。为什么中共这么样的积极，想要去扭曲2758号的决议文？是因为它如果台湾被它解释成是中国的一部分，那台湾的问题就是内政问题，台海就变成内海，它就可以对台湾呢来这一个。 并吞。林佳龙强调，中国的扩张是威胁全球，民主国家的团结反对中国单方面来改变现状。天台参加国际组织，尤其美国众议院的委员会通过未支持台湾法案，支持台湾加入国际货币基金 IMF。It is absurd for the institution to exclude an economic powerhouse like Taiwan. 共同提案的共和党议员金永玉强调讲，台湾是美国前10大贸易伙伴之一，有全球第5大外汇储备，台湾经验值得参考。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台积电扩大美国的投资，总统赖清德是强调讲，无受到美国的压力。行政院长杜英泰嘛讲，关键的技术一定会留伫台湾。也毋过哦，在野党是批评讲，甲咱的技术佮人才拢送人咯，美国对咱台湾的安全嘛无保障。国防部长顾立雄是强调讲，台积电扩大美国的投资，未影响到台湾地缘政治的重要性。 台积电宣布伫美国扩大投资，总统赖清德亲身说明，无因为美国的压力。行政团队嘛大声喊话讲，台湾半导体产业会继续伫国际确保关键技术的领先地位。魏董事长在会中所说的，台积电未来在台湾的生产计划不会改变，而且会持续的增加。作为台湾最重要的一个 产业，台湾当然是它的最重要的生产基地，而且会以台湾为研发的中心跟核心。川普放话说会课100%的关税，这个100%关税，我想这是美方的他们的一个说法嘛。就企业的这个策略来讲，
难得的一个好机会了哦，他进去了，他拿到的这个算是能够到另外一个掌握全球半导体市场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他拿到了这把钥匙。不过在野党并不认同，批评台积电恐惊变做美积电。执政党说甲国家重大危机，讲作是台湾的骄傲。我们的总预算还不到3兆，就是表示这一次增加的这个金额就已经超过了我们一年中央政府总预算的规模。台积电每年的投资啊，以未来这个4年，大概有60%的经费都是在美国，另外还有德国跟日本，扣掉之后。只有剩下25%是在台湾，这对台湾当然是有影响的。今天我们把台积电送给了美国，那么台湾的安全承诺在哪里？看起来好像是欢送台积电，而且呢是丧事喜办。自己作为台湾的国会议员，删减国防预算、冻结国防预算，都是史上最高，前所未见。每天在弱化自己的国家防卫能力，反而去要求美方或是台积电来负起保卫台湾的安全保证。这是什么样子的怪逻辑？对台积电去美国投资，是不是会间接降低台湾在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国防部长顾立雄嘛表示，台积电去美国是壮大台湾，不是下入台湾。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讲美国总统川普暗示要废掉教育部，也不过白宫的发言人讲这是假消息。美国新任的教育部长麦马洪发布内部的批信，是表示讲会赶紧来消除大官府的威权，把教育问题交予各州去处理。美国教育部差不多4500员工是规模上细联邦政府机关，主要业务有学生贷款甲经济援助、公民权爱安怎执行、学院认证甲课12基本教育经费等等。川普上台了后，批评伫40个国家的教育排名，美国是倒头算第一，不过人均教育成本却是排名第一。伊希望将学校交予各州处理，学生贷款的部分就交予财政部，或者是小型企业主商务部来管。And I've said it 100 times. We're ranked at the bottom of the list, and yet we spend more. We're ranked number 1 for cost per student. We're ranked at the bottom of the list in education. 最近小英教育公司前执行长麦马洪集中教育部一名函册查至参议院，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过关。伊伫予内部的批表示，教育部最后工作就是要赶紧消除真大的官僚，将教育转予各州。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川普总统上紧找人会签署行政命令废除教育部。美国媒体向白宫发言人求证，得到的回应是假消息。废除教育部爱伫参议院得到60票绝对多数的同意。不过，川普政府早就已经开始改革教育部工作。马斯克的校务部已经用浪费公家钱做理由，删除数十份甲新文化有关系合约，取消教育科学院的经费，是未少人。民主党国会领袖蔡拉在华府记者会批评，川普要废除教育部，因讲是将美国邦放一边。Mr. Musk, who is worth some $400 billion, and his fellow billionaires do not have to worry about the quality of public education because they send their kids and grandchildren to fancy private schools. So what happens to public education is not of great concern to them. But for the working class of this country, high-quality public education is an imperative if their kids are going to do well in life. 加州、马州、纽泽西等8个民主党执政的州，蔡拉联手伫波士顿联邦法院对教育部裁减老师培育计划2项补助金提起诉讼，指控共和党政府安尼做的目的是想要消除社会多元、平等、包容的措施。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88岁天主教宗洪志国因为肺炎住病院治疗已经3礼拜外了。梵蒂冈头一届公布教宗伫病院的讲话录音，教宗是真感谢大家替伊祈祷，信徒听到教宗的声，拢非常的激动。
天主教徒伫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为教宗的健康祈祷。88岁教宗方济各伫2月14因为气管炎送去病院治疗，了后病情恶化是双边肺炎，到即嘛还未出来。梵蒂冈伫7日第一摆公开教宗伫病院内底录的录音，方济各用伊的母语西班牙语向大家表示感谢，互信徒真欢喜。por mi salud de la plaza. Los acompaño de acá. Que Dios los bendiga y que la Virgen cuide. Gracias. 无甲30秒的录音，教宗的声音有关系就暗过真清楚。梵蒂冈伫7日声明表示，教宗伫7三接受2摆气管镜检查，清除内底的大量痰，二是吸挂高流量酸素片管，暗时困的时阵会继续用非侵入性呼吸器治疗。虽然方济各的心脏油脂甲血液指标拢稳定，暗过健康状况依然真复杂，今下暂时脱离呼吸危机。A me di sentire la voce del Papa è sempre un'emozione, adesso ancora di più perché visto le sue condizioni come stanno, abbiamo tutti quanti pregato sperando che arrivi presto. 梵蒂冈每2日会公布一摆教宗目前的病况，暗过为2月14开始，无过发布任何教宗的相片、影片。医生表示，方济各无进一步的呼吸道危机，一摆公布病情是7倍。公司新闻新竹背病药。过来消息来看，攻击性加强的比特犬对111年3月的禁止个破来市，昨有民众赛车伫台北市文山区等青红顶，无想到讲车窗拍开哦，一次的比特犬就跳出去，去夹骑奥多拜的民众夹着伤。这个主人哦，上济是用罚15万。这只比特犬哦，安怎来处理？动保处会评估。为头前监视器会当看到停单红顶的乌色的车，正边后壁车窗有穿蓝色雨衫骑机车的人，刷来车窗拍开，一只狗仔跳去夹骑机车的人，为后壁车行车记录器。影片4秒的时阵，狗仔跳出来夹骑机车的人，这个骑机车的人搁要倒伫涂骹。饲主虽然伫10秒了后甲狗仔扭掉的，不过狗也是夹安安，搁开10多秒，狗仔才完全放开。本属于14年3月6日8时21分许接获119转报称60岁男子遭狗咬伤，选择自后座车窗跳出，造成该名骑士腿部受伤。中会发生代志的万米街2段，伫辛亥国小地下停车场前，受伤的查甫人的机车也个雨伞拢还佫留伫原来所在。询问附近的店主，无人看到狗仔攻击的事件。不过伫同一个路口等红灯骑机车的人讲，看起来真恐怖。车主也很怪，为什么都没有把它就是做一个安置的措施抓好？对啊，其实蛮衰的，其实蛮衰，他只是乖乖在旁边等车而已。对啊，超可怕。所以你以后会尽量保持安全距离。台北市动保处证实，攻击犬是比特犬，有宠物登记，晶片记录是9岁，互狗仔为车内跳出来咬人，若是依照台北市动保处理条例，载运猫仔狗仔无采取有效防护措施，罚2000至1万；若是依照动保法攻击性宠物出入公共场所，无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罚3万至15万。我们还没有评断，只要等我们市政比较齐全之后，再决定我们应该怎么处罚。因过比特犬攻击事件真多，搁发生驾驶民众的意外。111年3月开始已经禁止饲，不过禁用进前都有伫饲的狗仔会当透过登记继续饲养。动保处表示会赶紧调查，收集事证。若是家伤人的比特犬是毋是会没收，目前还搁伫评估。记者综合报道。高丽菜大出哦，目前产地一粒剩甲5块、10块尔。为着要支持在地农民，高雄林园区的里长，佮有台电大拿厂是以一粒13块买2万粒，要送予附近的里民。农粮署表示讲，会继续来辅导农民哦，甲高丽菜外销去日本，按算3月中后就会较好价咯。高雄林园夜市广场透早排满人，就为着领免费的高丽菜。欢喜啦，欢喜，有较俗淡薄，啊无俗介济啦。国内高丽菜因为超值问题，去年已经互提醒。农历新年了后，高丽菜价销一直降，目前一粒平均价销单有5块到10块。高雄林园区里长联谊会甲台电大林厂向大寮甲林园菜农以一粒13块买2万粒高丽菜，初7透早免费发送。高丽菜种植很多，都有100公顷，所以农民现在高丽菜在市场卖
一颗差不多5块或8块，有的卖到10块。一箱高丽菜差不多100到140左右啊，成本80块啊，到农民的手就剩下3到40啊。现在的1分地卖到的钱就是在6000到7500之间呢，种植的成本就要2万了。领到菜的民众拢真欢喜，里长呼吁政府会使协助买高丽菜，做国军也是学校营养午餐使用。有民众比较过年前后的高丽菜价格，因为价格降了真明显。现在大概2颗50，然后之前的话，1斤可能有的卖到50、60、70、80都有。高丽菜价格降，互农民真艰苦。农业局表示，高雄高丽菜产量并无济，占全国2%，而且产期就要结束，影响无大，会辅导农民外销高丽菜到目前价格一直起的日本。估计3月中了，菜类的价格就会转去到合理的范围。公司新闻陈环宇、面交管高雄报道。来看彰化县上新的人口统计，这2档减少3万外人，一档就减少一个乡的人口数。按算2档后人口是无到120万人。有学者是认为台中的交通、佮科技产业、佮有薪水较悬写未少彰化人迁去遐。车走的人哩哩落落，暂前老街明显感觉真稀微。敢若13000外人自水乡是彰化人口上少的乡镇。民众讲当地工作机会少，缺少医疗资源，是人口外移的主要原因。工厂很少啊，对吧？年轻人要上班要什么，一定到外面去，最后就剩下的就是老的儿童他长大后，他还会到他们父母那边上学，所以就剩下这样。人口年轻人都外移，然后都是住老人家，所以你要马上打电话叫年轻人回来也没有办法。所以看医生比较麻烦。对，看医生比较麻烦。盐水乡有那是彰化人口流失的一个乡，因为根据上新统计，到今年之过，彰化县总人口数是122万2781人，2年来已经落3万外人，员讲是一年60个乡的人口数。那按呢推算，按算2017年全县全部120万人。学者认为，主要是中彰已经是共同生活圈，来往交通方便，加上台中科技主流产业的影响。彰化大部分还是传统产业，但是台中大部分是慢慢有一些是科技产业，尤其在中科。那在这情况之下，科技产业的薪资又比较高的部分，自然就会带动很多彰化的人口流动来这边哦。那我们彰化跟台中只是一水之隔，因为交通跟铁路方便，就业就学也方便，所以我们外移的人口大部分都迁到台中市，所以台中市的持续效应很显著。官府强调，经济县市目前面临人口流失问题，彰化受6都的影响，工作、读册、社会福利等因素，互选出比选入的人较侪，才造成人口每年减少。学者建议官府应发展科技产业，佮增加消费选择，改变生活形态，才会互这个情形转好。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是3月7日国际妇女节，劳动部统计2009年到2022年，台湾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有增加的趋势。25岁到29岁的查某人伫工课中的比例是比日本、韩国佮美国愈较悬。有不少本地拢以查甫为主的工课，即马是有愈来愈侪的查某人加入。台记台青春咱的网，伫今仔暗时的7点半，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新时代的女性是安怎来行出家己的路。演过大家对赤字的刻板印象，较会甲负面的形象连结。不过现此时，赤字已经互看作是一门艺术。因为咱台湾赤字的师傅大部分拢是查甫的，对女性的人客来讲，有当时也较无方便。女性的赤字师傅单福看到这个市场，决定开全台湾头一间以女性为主的赤字工作室。我是女性，那女生在刺一些私密部位，想找女生是很正常的事情。对，那他们的老公、男朋友也会说，那我希望你可以找女生做，我自己比较放心。真侪职业妇女，现在拄到工课甲家庭两边拢爱兼顾的困难。王顺珍有2个囡仔，是少数女性使连结来的司机。做这道的走车的时间真长，因为妈妈去向司机讲，是安怎无爱留伫厝里带囡仔就好。俺哥嘛是有人会跟咱讲，你是查某囡仔，你若要爱一厝的就好啊。既然你本来就咧带囡仔，你带来考驾照。女人讲，做司机就是红衫穿一半，一路的就是危险。丹弟，我跟你说，
我在打扫的时候突然想到啊，不知道我过世的阿嬷现在投胎成什么了耶？最近这几年，伫现场的戏剧圈，女性的戏剧演员甲女性的观众数量嘛愈来愈多。这个女性的戏剧演员，互笑亏袂阁受到性别的限制，嘛因为女性的身份，会当更加有路来呈现舞台的效果。就像男性的喜剧演员，他们可能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那我觉得女性的喜剧演员也一定可以，就是她们不一定要因为自己是女生，所以只能做什么。女性的力量无限界受到束缚，因勇敢追求因的梦想，改变工课场刻板的印象。希望未来每一个女性拢会当自由选择家己的路，展现无限的可能。记者陈港顺、连新维综合报道。小只马仔伫训练了后，个性是真温和。咱来看台北市立动物园哦，逐礼拜一拢会带小只马仔伫园区散步，嘛写真侪游客哦，小济要甲因翕相。保育人员把这只古锥的小只马牵出来，准备要带伊出来和民众见面。这只小只马名叫小白，袂输啊那个名册，大小朋友拢手要和伊翕相。我们今天是来玩那个寻宝游戏。对，那今天刚好遇到马，有没有觉得很幸运？有啊，觉得很幸运。我们很喜欢马。它叫小白，它是一只迷你马。有些马被摸了就会跑掉。那它呢？它不会跑掉。互人放出来小只马，看起来真欢喜，佮用走的，甲保育人员带咧行。这是台北市动物园为着要互囡仔和游客会当接触到动物，每礼拜一拢会带小只马出来园区行踏。动物园讲小只马因为长期有接受训练，所以足温顺的。不过接触的时阵，嘛有爱注意的所在。那如果在保育员跟志工在现场协助的状况下，是可以对马进行一些比较温和的一些触碰，但是不建议从马的后面或者侧面直接去接近动物，因为有可能会太惊扰动物，然后导致于被动物踢这样子。除了放小只马出来和大小朋友互动，动物园嘛设一个快乐家庄，内面有饲鹅、鸭、鸡仔，透过互动，希望囡仔伫咧动物园嘛会当体验农村的生活。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今仔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北部和东北部天气会较凉冷哦。其他的所在早日时甲暗时嘛较凉冷。台湾的东部和桃园以北地区会落淡薄仔雨，中部以北山区嘛会落雨。其他的所在哦，拢是多云好天的天气。做回来看今仔日详细天气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19度。中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5度。华东地区上低8度，上悬18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